呢一集會講解2017年 DSE Geography MC 第32題。題目關鍵字包括 abiotic components 非生物元素，即係包括泥土、陽光、水分同溫度。所有選項都係 abiotic components。題目第二個關鍵字係 tropical rainforest ecosystem 熱帶雨林生態系統。佢嘅土壤係 infertile 嘅，因為熱帶雨林成日落大雨，令到泥土入邊嘅營養沖走晒，呢個係 strong leaching。加上啲樹根成日吸走晒啲營養，就造成 infertile soil。選項一錯。選項二 small annual range of temperature 年溫差少。熱帶雨林通常喺 equator 赤道嗰度，佢每年都差唔多攞一樣嘅陽光，每日嘅溫差都好細，咁好自然佢嘅年溫差都細。選項三 high relative humidity 相對濕度高。喺熱帶雨林入邊每日都會落大雨，個雨就叫做對流雨 convection rain。一日落雨就會有 high relative humidity 相對濕度高。選項二三啱，答案係 C。